姥姥今年活了30多，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。我虽是生长山崖一出海，强兄把到我不会做。唱得这么好啊，没想到啊！王老师教得好。那怎么？我想那首啊，你教教我。我只会唱一句。你就唱一句好了，唱多了漏气。那我声音要夹一下。夹一下。听他一番心碎话，倒叫我欲哭亦难开。好不好？